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有神的命定，而神他要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我们生命的方向不是自己在那边弯弯曲曲的走来走去，神他乃是要来带领我们走在他所喜悦的道路上。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跟耶稣基督一起同工，把他的教会复兴起来，让那些圈外的羊一只一只的回来，还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哇，好多好多都是期待我们能够来带领他们。主耶稣他说，他跟彼得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喂养意思就是照顾，照顾。所以我们有这一些的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照顾他们？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我们喂养他们，就是照顾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进来，我们怎么样去尽基督给我们的使命，能够来喂养跟照顾他们呢？所以传福音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那今天呢，首先呢，牧师要来邀请我们豆豆小组的同工，豆豆有没有在这里？豆豆组长。哇，我们的豆豆组长站起来一下，豆豆组长哈，豆豆组长呢，透过他的带领，然后呢，他的副小组长是知和，还有守望者明佳有没有在这里？好，明佳在这里哈，这个传福音的小组哈，那牧师呢，今天要特别来邀请他的副小组长了，在这里来分享他们在幸福小组在这1-2年当中他们的得着。那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位知和，我想大家跟他都很熟了哈。不过这个知和呢，他起初来教会的时候，还真是给我很大的挑战。哎呀，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一来到永光教会，我们就邀请他来参加培育课程。每一个人都有被邀请到，对不对？但是有人他会拒绝，那没关系，我们继续等。这个姐妹呢，她也拒绝。她拒绝的原因是因为她说这个课程太简单了，我读圣经呢，我已经读15遍了，你知道吗，牧师？你这个这么简单的还要叫我来上，我要来上什么？不上。她不上。后来呢，我就跟她讲，我说我知道你圣经读得很够，所以呢，就是因为你圣经读得很够，你来试试看，看这个跟你读的圣经又有什么不一样，在你的生命上会有很大的帮助翻转了。他存着一个，好吧，那就看牧师的面子试试也没关系，哈哈，他就来了。他来上了之后，他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等一下听他的见证就知道。另外一个挑战呢，他非常的爱护他的家人，他的家庭只有他信主，所以呢，当他信主之后，他感受到这个福音的甘甜，所以他巴不得他的妈妈、他的家人都能够来信主，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热切说：“牧师，你可以来我的家，你的家住哪里？那边？在那个三元街，在三元街植物园那边。植物园那边，在植物园那边。好了，那我就跟周牧师就去了。我们呢，本来带着很大的期待去到他们家，然后去到他们家的时候，特别是为他的妹妹来祷告。然后我们去到他，就看到他的妹妹，哇，这样。我跟他分享了一下子，没想到他妹妹就变脸嘞！我要叫警察来抓你们！我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要做警察，我还以为他是开玩笑的，结果他就去打了电话，真的打了电话，然后一下子，那个警察就骑着那个警察的机车就来到他们家门前，把邻人都跑出来看，哇！我跟周牧师就有一点尴尬。我们是去为他祷告，进来他叫警察来抓我们。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过当中呢，我们看见知和他完全对他的家庭没有放弃，一直不断的在继续爱他的家人。他的妈妈呢，他的家人其实对他有这一份基督的信仰是非常的反对他，而且也很驳斥他的信仰。但是知和他一直很坚信，并且他用他的爱，然后呢，他跟他的丈夫呢，让他的家人都有一个爱他的妈妈的家庭，让他们感受到那个基督的爱的一个行为，来感动他们。没想到今年他的妹妹竟然来了，我还吓一跳嘞。因为当初是赶我出来的，对不对？他现在就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归向主，所以现在就在豆豆的小组，而且每一个礼拜都非常的喜乐。哇，让我非常的感动是每一次呢，他小组晚上回家呢，都是坐那个高级轿车回去的。豆豆组长
每一次聚会完都送他回家，开车送他回家。哇，这样的一个这么美的一个作为，在他们小组里边，真是彰显了神的荣耀。好，接着呢，我们要欢迎知和来为我们见证他们的幸福小组的一个经历。来，感谢主，我们拍掌。我们豆豆小组是在2017年的8月成立，那同年10月份教会就开始了幸福小组。虽然我们都是新人，但是呢，我们组长豆豆他还是决定我们要开幸福小组。所以呢，我们就抱着这个共襄盛举和一个这个学习的心态呢，战战兢兢的开始了我们幸福小组的起手式哈。那我们组长他同时也定掉了，就是我们每一届的幸福小组我们一定都会开哈。没有想到呢，我们组长豆豆他这么的勇敢呢，好像祭司哈，把那个脚伸到那个约旦河里面，河水就真的为我们分开了。对我们一路走来，真的领受了神带我们进入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许多的这个经历，都经历到神的丰盛还有恩典哈，甚至是神迹。那起初的这个几届的那个辅长，我们都是由我们的铁三角轮流担任组员担任同工。那小组就一直很习惯哈，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是要做幸福小组。所以呢，我请各位组长，只要凭着信心带出实际的行动，上帝一定会为你预备忠心的同工，不会让你好像孤军奋战一样。我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可以经历使水变成酒的这种神迹，我们的生命会很甘甜。那我们小组当中有没有人还是不愿意参与？有，可是呢，我们就继续做。我们要兼顾愿意做的同工哈，愿意做的姐妹。那在这个福气教会当中哈，有一句名言说：幸福小组是一面照妖镜哈。有问题的组员在细胞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就是看得出来，但是参与幸福的时候呢，状况就显明了。能不能同工，幸福一战便知分晓。那经过幸福不断的操练，我们整组的组员都已经训练到，我们随时可以接待新人。只要何时有新朋友加入，我们都没问题，我们都一定是热情的接待，并且我们都懂得把时间留给新朋友去分享。所以呢，很多的新朋友他们很快的就会很喜欢我们小组哈。那在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侍奉当中是非常的轻省，因为我们是团队在传福音，不是一个人好像感觉没有资源没有后援，我们是团队在侍奉在作战哈，所以是非常的轻省哈。好，那现在我要请大家看这张我们从开始幸福小组之后的这个受洗的名单哈。我们每一期都有人受洗，那包含3位小儿洗礼，总共有15个人受洗哈。那当我们回头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做这个幸福小组，神给我们很多的红利或者我们说这个是附加价值哈。我们很多这个受洗的都是我们的亲人哈，我们的妈妈、婆婆孩子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哈。对，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神居然就先祝福我们，从我们的家人的得救开始哈。那我们在这个幸福的期间，我们会每天都在群组上面为这些带这个名单，就是我们的新朋友的名单带祷那每一个礼拜一的晚上，我们那个幸福的同工也会一起在线上祷告哈。这个是我们就是透过更多的祷告来让神的能力加添我们。那也要祷告，因为不祷告他们这些未信主的人，他们背后的那个权势是没有办法砍断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更多的祷告。那也许有人说你们受洗那么多人有什么用？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参加小组还是来主日崇拜哈？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就是全力的这个分享福音我们要抢救灵魂。像这当中其中一位廖姐妹，她是明皇长老的表妹哈。当时她已经是癌症末期了，如果不是那时候豆豆她很勇敢的，当下就是跟她分享福音，带领她决志，她根本就没有机会得救，因为她在潘牧师去医院帮她受洗的没多久就被主接走了。如果她当时没有接受福音，没有受洗，她这一生所受的苦都白白受了。但是如今她在天上跟耶稣在一起，享受永远的荣耀哈。好。那至于这个关怀跟牧养方面呢，我们的组长做了真的都是很到位。那我们铁三角我跟明佳我们也真的是都跟豆豆同心合一的哈。但是这当中
他们很多人离开的原因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的。有的人因为祷告不蒙应允，他就要离开；那有的人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他就要离开。哦，我们也是会都努力到最后，那我们的心会不会累？会。我们会不会觉得有小受伤？有。可是除了祷告之外呢，跟天父爸爸讨拍哈，我们铁三角很会彼此倒垃圾啊，我们亲一亲那样子，眼泪擦一擦，重新再来哈。好，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感动每位都委身小组，但起码我们让他们的灵魂得救了哈。那我们就要求自己，我们要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我们要靠耶稣这么的近。我们要这么的明白耶稣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也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哈。那在进行幸福的时候呢，是很刺激的，因为我们很难掌握到贝斯特他们的行踪哈。每一届的第一次哈，贝斯特答应我们会来，可是呢，我们一定要到当天哈进行的时候。答案才会揭晓，我们才会得到惊喜，那有时候呢，他们来了第一次、第二次可能就不来，或者是来几次，反正他们就是不来，但是我们就继续，不管有没有贝斯特，即使在挫折当中，我们还是继续做，结果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的操练，我们呢就有那个坚强的心，我们就不怕被拒绝。然后我们也不怕没有 best 哈，我们就是做就对了哈。好，那当我们坚持在这个幸福的步道上，神就为我们开路哈。上一期的这个幸福进行的时候，正逢这个肺炎的这个严峻之时，我们组长他就是在考虑要不要开幸福，因为没有 best 嘛，怕 best 都不来。但是呢，最后组长就决定，我们还是要开幸福呢。结果没想到，我的妹妹她居然愿意来参加，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唯一的预备的一位 best。好，或许来参加这个幸福小组并没有什么，但是对我而言，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了。而且他从那时候到现在就没有再停止过。我们端午节休息的时候，他还问我们说，今天要不要来小组？端午节刚好是礼拜4哈，然后每个礼拜都是我妈妈催他要来小组。对，因为他看到我妹妹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他就不一样了哈。那我们真的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很付代价的哈。像刚刚牧师讲，都每周都送我的妹妹哈，这样子每周这样送。然后呢，像我自己在陪伴一位姐妹，我是每天都要陪她祷告哈，因为她是有鬼附的问题。好，这些我们都是要付代价的哈，付出这个耕耘的代价哈。好，那。而且我们从上一期的副长开始就有我们的组员哈，我们的香云就被兴起起来成为领袖哈。那这次教会的这个幸福还没有启动呢，我们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因为上帝已经帮我们带新朋友来了哈，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先进行哈。那我们真的是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担心有没有 best， 我们就是做哈，我们就是做，那我们就是很喜乐的做，很凭信心的做，就把结果都交给神哈。那我个人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周牧师跟潘牧师他们愿意推动这个幸福小组，好，因为这个平台让我已经带领了7个人做决志祷告，那有3个人受洗。这个是我过去信主的前12年，我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结出果子出来哈。我以前呢做这个4个属灵的定律啊，还有3×3的祷告啊，101的领人归主哈，还有阿法的布道课程啊，还有各样的参会。总之我怎么做就是徒劳无功，我的结果都是0。但是在我生命当中传福音的奇迹，就是在幸福小组这样子彰显出来了哈。那我自己所侍奉的，真的我很愿意投入的，我都不是为了好像要给周牧师或潘牧师鼓励呀，或肯定，真的，因为2位牧师虽然很好，可是他们又不能给我奖赏跟永生哈，只有主耶稣可以哈，对，所以我真的愿意继续跟牧师跟同工们继续同工，我们就在这个幸福小组当中继续努力哈，因为现在我真的是大有信心了啊，我们相信神也在看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完真的哈。好，那我就继续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我要实践这个耶稣他给我们的大使命和大诫命啊。好，那我真的鼓励兄姐，鼓励小组长们不要害怕，真的只要做，
只要做就会有神机骑士跟随着，好，不要担心嘿。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幸福的这个相片哈，有花絮这样子。我们每次在当中都是很喜乐的哈，对，这是好几次对 ，OK， 好，我们会后的合照啊，好，那我们会聚餐，有时候一家一道菜，有时候到餐厅去吃饭。还有你看我们的餐点，我们都是用那种 best， 求婚的规格来接待 best 哈。如果没有 best 呢，我们就犒赏自己，就吃得很丰盛这样子哈，我们就自嗨哈。如果没有 best 呢，我们就操练童工哈，我们就练习怎么样来分享信息哈，怎么样来进行。对，那我们有一次。整组通通带入这个幸福小组的课程，就是豆豆就是要让每一个组员，即使你没有即使说没有那个 base 的，我们也要操练说是怎么进行的，随时我们都可以传福音哈。